見到我哋都知做咩㗎啦。咁點啊？嚟啊！你的直覺反射我的幻覺，這模樣、這形象、這處境、這角色方向，跟你誠實了，這暫緩是有需要。也許共你很入戲，可是什麼都不是。我們什麼都不是，沒能力承受了。寧願執迷苦笑，曾追逼誰忘掉？究竟是我很像你，抑或什麼都不是？有時是，有時什麼都不是。沒權利留住你，來抱着，來背着，尋找可放手的勇氣。